上拍台湾歌酷女之夜，今日来主持的歌唱有魏佳莹。因为我是查囡仔嘛，厝内的人希望讲我留长谈好安尼，有一段时间的想讲，应该是就是无介意我安尼，所以我就写一条歌，望因会当介意我安尼。梁艺珍，我细汉的时阵，阮妈妈都互我听足侪台语歌。哦安尼哦，哦，伊真咧唱歌吼，不管是啥物歌吼，互伊唱，敢若变做敢若讲迄专辑敢若是伊出的安尼。张芸京。就算讲，敢若是一个人、两个人伫咧路听我唱，我嘛是唱落去。走到最低谷的时阵，就是你要起来的时阵。多一个要唱，我拢知哟，迄是我的老师。来，我咱今日节目到这告一段落啦吼，咱后壁拢卖录啊嘿，上好听，上时间，拢伫咧上拍台湾歌。